后来乡亲继续把镜头回到花莲的光复乡，目前是要咧复原。中央前进指挥所的总协调官桂莲成讲，今仔日的开会，甲县府的人员、甲当地乡长共同来完成着上新的撤离的计划。听到警示声，伫教室内底上课的小朋友随走出来避难。洪水正快速往下游涌来，预估将影响到学校周边的地区，请大家依照指示进行随时避难行动。这是花莲县府昨下晡针对光复乡、万盈乡甲红点镇界定做境界避难区域6间高重秀的防灾避难演练，以当地5种的地动强度，造成帮所有1楼当作是演练的情景进行疏散。我们希望透过演练的过程，让师生了解避难原则，还有避难的路线。演练的目的就是哪个发生灾害，要安怎冷静应对，才会当更加准确。中央前进指挥所的总指挥官桂莲成也有上新的撤离计划。我们在会中要彻底的检讨一下，我们现在的撤离计划是不是更完整、更周延？那这个撤离计划经过核定以后，所谓的核定是县长核定，核定以后。我们会召开2次的一个演练，一个是兵棋推演的演练，一个是实兵的撤离演练。强调等在会复原告一段落，才会排时间进行实兵演练。毕竟光复乡民想起1楼时做大水的情景，提心吊胆。要吹打先开者，正做中央甲地方爱做伙面对的重点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